偷拍影片的网站创意书房，警方一群抓到就摆嫌犯，嘛抓到真侪消费者，计共约当330个人。对头人哈尼亚，今日伫咧伊朗被暗杀死亡，伊朗甲哈马斯拢指控是以色列空袭造成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这偷拍影片的网站创意书房案情是有上新的进展，警方一群就查到就拍的嫌犯，有的是经营买卖头家，而且伊嘛有抓到真侪消费者，当中是包含老师、警察、有科技业的员工。而且警方调查落，佫发现讲，有一个姓黄的嫌犯，因为钱分未平，家己出来经营，开一车未成年的少女来拍影片，想挖近百个囡仔受害。警方计共是约谈330个人。几落个查甫人被拘提，刑警伫咧两边介护。警方两波行动总共抓到116人，拢是涉及非法的色情论坛，甲创意书房有关系。上游的干部有处理不法金流，还有制作浮水印的助理。那创意私房的中游则是卖家，这些卖家用诱骗或者是偷拍的方式来制造儿少性影像，其中下游的买家也是犯罪行为。被抓到的200人，每个人有105人，自老师、警察、公务员拢有，尤其是做科技业的占大多数。另外，这边每个人涉嫌诱骗或者是偷摄离小性影像，也有8人被抓。有认罪吗？当初会发生创意书房案件，就是自艺人黄子佼被控涉嫌持有未成年性影像开始，专案就一直扩大，卫生部也甲论坛封网。但是警方调查发现，主嫌犯加助理3个人负责消防业务，因朴水印。虽然被封网了，依然是继续营业，经手的不法金流超过2000万。关键的幕后首脑，也就是站长老马，是藏伫咧境外，也未抓到。警方这边对查创意书房案件，伊阁查到案外案，有一个姓黄的主嫌犯，因为对利益分配不满，退出论坛家己做，自 SCP 群组出发，也就是进行定行社会代办N号房事件，锁定未成年的少女，讲翕相有钱通赚。骗人翕一寡性私密的影像，有86个人受害。群组被查到了，今年初伊阁伫咧 Telegram 设新的群组 OAT， 用类似手法犯案。在17个县市，我们出动了600人次的警力，总共有320位这个影片的买家到案。设这个新群组的嫌犯，就是最近伫咧新北市邦桥自楼顶下来姓林的男子。警方这边的搜查行动，自每个人到管理者，查到超过330人。非法的论坛虽然被抓到，不过各种群组也是四过伫咧传信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国外去防合作强势毒品的伊托米氏，咱台湾6月中是已经决议要甲伊列入毒品管制，不过行政院迄边是还未正式公告，所以讲有一寡毒贩就弄这个时间的空棒，要赶紧甲火烧掉。敢若是7月份，全台湾上无就查到6件。警方查到咧，行路无啥载，这涉案姓的18人伫新北市三重埔开车拢是警察，承认讲开车有数电子烟，身份也是依托米子。敢若是7月以来查到这类案件，全台湾至少6件，更加有增加的情形。含有依托米子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掺混在电子烟的烟弹里面。查缉的案件上，的确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情形。明明中央跨部会早伫6月有决议，将依托米子列做毒品来管制，不过正式列管也未实施。不少人士就趁这个法令空窗期，赶紧4个月，就算互抓到，警方也无多用毒品条例来办，互这类案件是更加增加。吸食依托米子的人打电话来求助的，还有家人的哈，到6月份已经41%的电话量，以目前列管的速度来讲，是感觉跟不上。法制作业的预告跟公告程序，它事实上本部是没有任何的基研它事实上整个法制作业程序就必须要经过这些历程的时间。7月底已经把这个完成预告的程序程序已经送请行政院公告嘛，那行政院会在什么时候公告？那行政院它当然会尽速来处理。国外清水送食毒品的依托米子，若食伤多，恐惊影响中枢神经，可能出现攻击的行为。伫经过卫福部决议列做管制药品，法务部随后经历正做3级毒品，前后已经过2个月啊。军局查行政院正式来公告列管，
广告机顶若是无较紧的，就惊法规对袂到依托米字扩散速度。记者综合报道。高铁要通到屏东这个议题是已经讨论真久啊。除了原先的左营站到屏东无经过高雄市区，即阵阁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加设一个高雄站，再过屏东。预计是年底就决定要用对一个。交通部长李明干就解释讲，其实上届早高铁咧规划时阵，高雄本身就有2站，未来若是要去高雄站，这规模是会比台中搁较大，而且是会去地下的。针对高铁的路线，交通部长李明岩是对外展出上新的规划，强调高铁伫高雄上早是规划有2站，包括左营站和高雄站，而且高雄站的设置会比台中站规模搁较大，搁是地下化的车头，消息嘛引起民众讨论。目的地主要还是到屏东嘛，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增加一个高雄，就是左营直接到屏东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在那边再增加一站的话，可以看能不能带动那边的经济。民众对高铁高雄站的看法是完全无同。根据了解，本地高铁路线的规划是对左营站延伸到屏东站，即马嘛搁爱评估，无排除对左营站往南延伸到高雄市区，另外设高雄站搁延伸到屏东。李明安甚至弹出高铁对屏东延伸到台东。台东的部分，这个因为还没有启动相关的可行性评估，还有路线的选择，所以这个部分工法目前都还要再做进一步评估才能确定。整个可行性研究都还没有开始做，包含你要怎么选这个路线，你要如何去穿越中央山脉，目前一个比较未知的状态。高铁延伸到屏东的路线已经升到到台东的可能性，李明岩嘛承诺讲，伫任内会启动评估。不过学者认为讲高铁东沿的路人有限，桥的关系差阁真大，所以政府嘛是要考虑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才袂伤害生态，也是水土保持。记者综合报道。去互日本指控过界掠鱼封扣起的苏澳渔船富新号，拿150万日票担保金了后，船也是已经驶转来南方澳，8个人拢总平安。不过，这只渔船啊是去互弄甲密密麻麻。到底这咱的船敢有过界掠鱼，抑阁有这渔船啊要讨赔爱找谁？海巡拢阁进一步调查。渔船登到南方澳渔港了，海巡随定船检查，所入渔船富新号，敢若是伫台湾河鱼界线以外5海里的所在，互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定船检查，船甲船顶8人拢被扣留。船身破一空，结果受损严重。渔民讲是互日本的公务船追弄，到即嘛抑阁惊。渔民拿150万日元，差不多代表32万5千股的担保金了，则被绑带。伫海巡的介护下，31个平安登到南方澳渔港，人员拢正平安。所区议会也到场关心，希望政府会当协助甲日本沟通，就算要执法，也无应该用弄急的方式。希望未来的话，应该坐下来，大家来根据这些的作业的方式来，大家来做有效的协调。第二方面，不应该用这样撞击的方式，让我们我方的渔船损害。船体的部分的话，我们要经过搜证，我们才会知道说它状况如何。惊讲渔船甲船员发生意外，南方海巡队派渔人员抑个警艇介护渔船转来。因若南方的渔船是毋是有外界，抑个渔船受损的金额，抑个理赔的问题，目前海巡队抑个会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男女做同款的工课，却无法度领同款的薪水，这个现象，就算已经到追求性别平等的时代，犹原也是存在。根据财政部的年报，去年查甫的平均所得是比女性悬1.6倍，是这11年来上界悬的。尤其是专业人士，亲像是律师、建筑师也是医师，若这工课场的男女比例落差真大，薪水是差搁较济，达到1.87倍。为着生活，不管查甫查某，拢伫咧工课场拍拼在做工课，都是为着逐个月的薪水。但查甫查某共工无共收的现象，说干那嘛是伫咧。根据财政部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的男性平均逐个人的所得是752538块，女性平均所得是4700569块，两个差1.6倍，是创11年来新高。其中这篇业务的所得包括律师、建筑师、医师等等，男性人均是21.2万，女性是11.4万，差1.87倍，是比前一年较侪。应该还是男性的薪资会比较高吧？资讯力啦，对，那
很明显。看什么样的职场啦，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医院，护理师的一些薪资，我觉得其实都反而在提升。大多数的查某民众都有感觉，嘛有人认为讲爱看职业的类别，嘛有专家认为讲查某薪水差变大，和这个高薪产业内面男女都讲比例差相当有关系。不论在白领的高薪工作或蓝领的这个技术工作比较高薪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男女比例比较失衡的情况下，也造就所谓的这个男性的一个薪资会高于这个女性。因为多数的台湾女性她可能会被预设，她必须要负担家庭的照顾。国外其实他们透过了一些家庭工作平衡的制度，来让就是雇主不会那么容易的去预设女性她在投入劳动上面一定跟她的工作是有所冲突的。过去几年也不断的在呼吁说，台湾应该要仿效欧洲这样子的薪资透明化的制度。辅导团队是期待政府会当更加积极来推动公共照顾资源，而且研究薪资透明化相关政策和措施。兼且女性在工课上升职的时阵，拄到无公平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外政治消息，美国的总统大选，预计代表民主党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这声势是愈来愈好。上新的民调阁显示讲，贺锦丽已经以1%优势领先对手 Trump。贺锦丽就甲 Trump 佮伊的副手范斯放调讲，若是因不服，就来辩论。不过 Trump 迄边目前是也袂接受。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有啥物话来辩论台顶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接拜登开始选总统了后，气势是一直起来。伊30在摇摆州、乔治亚州造势，佮一摆向共和党的对手川普和范斯坦出辩论的政贴。伊嘛向选民承诺讲，会解决边境的安全和经济问题，讲是当选了后会来开放和川普封杀的边境安全法案。America has tried these failed policies before, and we are not going back. We're not going back. 贺锦丽的声势嘛，反映伫民调顶悬，路透和易普所30公布的上新的民调显示讲，伫登记的选民内面，贺锦丽是得到43%的支持率，以干那1%这一点点的差赢川普的42%。这份民调的误差范围是3.5%，也阁无法度断定贺锦丽已经有优势，但是两个人的声势已经渐渐变甲差不多。贺锦丽伫公布副手了后，选情有可能引起另外一波的高潮。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贺锦丽为了要平衡声阁较侪选民，当在找白人的男性做副手，有可能的人选包括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前太空人凯利，还有宾州的州长夏皮罗、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茨等等。上紧在后礼拜1 8月初5，伊会做出决定。在同一天，川普的副手 partner 范斯嘛到摇摆州去造势，伊在内华达州的炮口同款是对准贺锦丽，大面伊暗砍总统拜登的健康状况，主张开放边界，拢是对美国不忠。Loyalty is serving your country in the Marine Corps,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 did. Loyalty is taking a bullet for this country, which is something Donald J. Trump did. If Kamala Harris wants to see the face of disloyalty, she might as well look in the damn mirror. 不过，范斯并无正面去回应贺锦丽的辩论证书。川普顶礼拜原本是承诺讲至少会和贺锦丽来辩论一摆，但是到这礼拜，煞阁改口讲有可能会辩论，阁讲大家都已经熟悉伊，嘛熟悉贺锦丽这个激进的倒牌小的，强调讲家己嘛会当提出不爱辩论的理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甲菲律宾2个外交部长也有国防部长昨会谈，美国是答应佮提供菲律宾5亿美金的军事资金，互因应对伫咧中国的伫南海的军事威胁。也若是美国是警告中国讲，若是菲律宾的军队伫咧南海受到攻击，美国就会斗相共。都结束美国、日本2家里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国防部长奥斯汀30岁到马尼拉举行美国、菲律宾2家里会谈。会谈进前，布林肯加奥斯汀先甲美国总统小马可仕会面。I am always very happy that these communication lines are very open, so tha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are doing together, in terms of our alliance,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our situation here i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and in the Pacific, are
continuously examine and re-examine. So we are agile in terms of our responses. 小马可是伫会中讲，双方关系搁再进一步，并且强调美军对亚洲稳定甲和平的必要性。布林肯甲奥斯汀随后甲菲国外长、防长进行2加2会谈，并且伫会后宣布，搁提供予菲律宾5亿美金，带有代票163亿的军事资金。布林肯当时警告，若是美国军队船只、飞行机伫太平洋，包含南海遭受攻击，美国协助保卫菲律宾。Both of us share concern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share concerns as well about some of the actions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aken, escalatory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and elsewhere. Every peso or dollar spent on hardening Philippine capabilities to defend itself and to deter unlawful aggression will be a plus against any threat actor, whether it be China or anyone. 中菲两国顶个月17日南海搁再发生冲突，期间菲律宾海军和中国海警拟定上船提波头攻击，造成一个菲国海军受伤。中国是反抗菲国海军移走入个海域。两国了后达成临时安排，菲律宾军方最近向仁爱暗线的补给任务暂时无受到阻挠。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定定代表哈马斯组织公开出面的哈尼亚，嘛是哈马斯的头人。让伊伫咧伊朗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阵，是去互暗杀死亡。伊朗甲哈马斯拢指控是以色列空袭造成的，不过以色列迄边无回应。包含这边卫队在内，伊朗政府机构甲哈马斯组织，因讲同一时间发布哈尼亚无实新闻的消息，并且将这目标指向以色列。讲以色列空袭德黑兰的哈尼亚大个所在，造成伊甲一个保镖死亡。不过伊朗方面并无说明哈尼亚无涉家庭，只是讲也伫咧调查中。现年62岁哈尼亚是加沙在地巴勒斯坦难民的第2代，学生的时代就真做穆斯林兄弟会伫大学的代表，积极参与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运动。1997年，哈尼亚正做当时哈马斯创办人亚辛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开始来领导哈马斯。甲约旦河西岸的法塔组织有相关的地位，来争夺整个巴勒斯坦领导地位。随即个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最摆爆发流血冲突，哈马斯伫巴勒斯坦声望慢慢超过法塔。虽然哈尼亚伫内外因素之下被迫煞往卡达去住，也不过伊愿意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对哈马斯来发号命令，也最摆代表哈马斯出现伫各种的外交场合。第五是哈马斯代表人物，包含伫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恐怖攻击，引发加沙战争了后，哈尼亚相关代表哈马斯伫各种外交协调场合来讲话。وإن أي مرونة نبديها في التفاوض حرصا على دماء شعبنا ولوضع حد لآلامه الكبيرة وتضحياته الجسام في 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وحشية ضده يوازيها استعداد للدفاع عن شعبنا. 对着恐怖攻击，也有随之而来加沙战争，国际法庭伫今年5月发出逮捕令。伫外界真关心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以外，哈尼亚相关被控牵涉战争罪甲反人道罪行。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再会。